主席。来测试1、2。
1、2、3。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礼拜头早，我相信大家起来拢安尼足欢喜的，都安尼准备吼，吃早餐换衫，就较紧要来见咱的上帝，要大家要直接来敬拜上帝，这是咱上界欢喜的一件事吼。真感谢主，所以咱伫要做礼拜进前，咱同心来做一个祈祷。阮伫天年阿爸爸上帝，阮真感谢你，你是阮天顶的老爸，也是阮身躯边的朋友。佮找圣神，逐日伫阮的身躯边，伫引带保守阮。主啊，你将遮尔大的疼来享受互阮，互阮伫世间的日子，因为有主的引带，有你的疼来伫引带阮行头前的路站。互阮伫软弱的时阵，阮有法度靠主来坚强；互阮伫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间，阮有主通倚靠。阮知，阮伫世间的日子，毋是逐工拢是好天，有时嘛会拄着艰难困苦，总是主，你诚做阮的帮站，诚做阮的倚靠，互阮伫逐日伫生活中间。阮就要靠主来得胜，互阮来学习，亲像主耶稣怎样来疼阮，阮嘛要将即个疼伫阮的身躯边的所有的亲人朋友，甲
厝边，阮会当用听来三听，这是主你教示阮的道理。愿阮伫世间的日子，拢有主伫阮的内面，互阮有逐工有平安，有喜乐。愿主你的话来将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来引带阮。愿今仔日是你主定着的日子，阮来到了你的面头前，阮要来敬拜你，要来学了你。愿阮伫阮还阁会当学了你的时阵来学了你，愿阮阁会当来敬拜你的时阵，阮来敬拜主你。愿阮的生命，逐日所行拢会当来互你欢喜。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无论倒一个服侍，也拢会当真做芳芳的祭来献伫你的面头前。愿安尼伫你的面头前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的诗歌头一首，咱献开圣诗第638首，咱着唱欢喜的声，咱着出欢喜的声。咱先甲头2节做伙来吟吼。做伙来。这是一条足水的诗歌，这条诗歌的歌词大家若有圣诗，会使掀开圣诗来看吼。这条诗的歌词其实写足侪，是伫咧咱耕农然后收成的过程。作为一个农夫，他多么期待，在耕种的时候，就有上帝足大的祝福，会使五谷丰收。嘛，伫咧歌词内底有讲到，讲无论是好的种子，还是歹的种子，拢上时长大时到的时阵，上主会有伊的时间，来甲好的果子收成落来。伫咧咱 PPT 顶头有看到的这位，就是这条诗歌伊作词的作词者，叫做 Henry Alford。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大概伫咧19世纪迄个时阵，很多人他同时都具有非常多的身份。伊上时是牧师，伊嘛是一个神学家，伊嘛是一个学者，伊对伫咧机械方面的设计或者是研究，对迄个时代嘛有足大的一个助力。伊嘛出一本伊家己的画册、绘画册，这本绘画册即摆也阁找得到。顶头写伊活伫在世的时间，差不多是60年左右。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据说他过世的时候其实是过劳死，
因为伊伫奉献伊家己的才能，无论伫咧牧会，或者是伫咧上帝所赏赐伊有温数的所在，不断来奉献，不断为主来做工。伊伫咧作为后人最为流传的几个事迹啊，头一件代志大概就是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 Henry Alford 伊上出名的一首赞美的诗。之前有甲大家分享，其实我感觉咱这本圣诗是集所有经典在大成。每一个咱有介绍过的作词者，伊上有名的诗歌，大概拢伫咧咱这本圣诗内底看会到。咱就有福气，会当伫咧吟诗的时阵去想念伫咧迄当时的人，伊写这首诗歌的时阵伊的心情。第二点就是咱顶头遮有写到的。他在1841年到1861年的时候出版了希腊语的新约圣经纪念册，纪念版哈。这本新约的圣经，伊其实分做几啊册。那他是从1841年开始写第一版第一册，然后开始写到1861年的最后一册这样。他这个著作呢，其实在当时候，神学士义至上的时代。其实为了很多平民的百姓，或者是从语言学的出发，就是在看不同的翻译、不同的译本，在语言的本身，可能对圣经、对我们上帝信仰的这个语义的传递，其实带来很大革命性的影响。一直到后来，其实很多在研究圣经、研究到底这个信仰怎么去传递它的意思给到一般的人的时候，这本纪念册其实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第三点，才有写到这段话，我袂晓读，伊是拉丁文，伊的意思就是讲是旅行者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的住宿地点。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写在他的墓碑上。这个人，互人上界笑念的是，伊一世人拢伫咧为上帝做工，一世人拢奉献伊的才能。伊对家己讲，嘛是对缅怀他的后世的人说，他这一辈子就像一个旅行的人，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过程之中，在这个人世间有短暂落脚的机会。所以咱伫咧看这个人。伊的一世人的时阵，少年伊的精神，咱嘛来看这首诗歌。等下咱会做伙过来吟。咱先来甲第3节甲第4节的歌词做伙来读一遍。第3节，请咱的主过来迄时，受我所种归伫天，到时伫咱地面上，罪恶欺骗拢烧扬，主的天使必临到。用火烧灭是最后，总是所有好五谷，互主修成真快乐。第4节，愿主耶稣紧过来，最后修成入厝内，自执你的正经日，愿因得头放欢喜，求你洗因到清气，互因甲你用徛起。求你带天军紧来，带阮入阳光所在。互咱过来甲第1节搁吟一遍，按小可较紧一下。第2首诗歌圣诗第565首，凡事变烦恼。这首诗歌大家应该嘛真熟，咱先做伙甲这首诗歌做伙来吟。请
搁一遍。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你若有上帝，无欠亏一件。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有上帝就够惊。兄弟姊妹，恁有烦恼无？对着代志会惊吓袂？会哦，我嘛会吼。所以咱需要上帝，咱需要礼拜，需要来甲上帝的面头前。只有讲到这首诗歌，伊的作词是一个太子团体。大家可能加减拢有听过这个团体。伊有足侪内容，咱今日无当遮分享。不过，咱会使先去体会，就是讲唱这首诗歌的时阵，其实咱需要用一个安静的心，听候上帝的临教。上帝会用伊的话，透过圣神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话。所以，咱伫咧吟这首诗歌的时阵，请大家去思想伊的歌词，咱静静来吟。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你若有上帝，无欠亏一件。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有上帝就够。若会当的话，目睭闭起来，咱过来吟。变烦恼，凡事变惊吓。你若有上帝，无欠亏一件。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有上帝就够惊。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你若有上帝，无欠亏一件。凡事变烦恼，凡事变惊吓。有上帝就够惊。咱做伙安静心来陪伴今日的礼拜。
恁着学乐耶和华，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这是咱做伙来用新信诗638首，咱着出欢喜的声。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俄罗主的名。我国已经收倒来，毋惊风台大损害。主上帝替咱安排，所有好物而出来，着入圣殿来敬拜。俄罗上帝大仁爱。圣诗638首，请起立，用全首。请坐。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信息的后面，启应文15篇，启应文15篇就是诗篇51篇。咱做伙来启应，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
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体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教业的恩典，阮自己伫遮同心敬拜阿罗你。感谢你的大疼痛，阮知你要人人悔改赢过献祭，忧伤痛悔的心你无看轻。当阮谦卑来到你面前，认罪祈祷，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你的真理。今仔日下晡教会有上读圣经活动，愿上帝赐福，互会友做伙来欢喜，共读主的话语，互主的话语成做阮性命的帮站。阮要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求主的平安临到世界各角落，使各国的领导者智慧。祈求上帝公义甲和解的道路，愿意放下战争，互相理解。愿你的疼带来光明，成做世界的盼望。教会到年底有济福音的事工，阮同心为着感恩节、圣诞节事工来祈祷，求主赐智慧能力，互正同工。互大家伫备办的过程经历上帝的同在，互搁较侪人明白福音的美好。阮也为着11月9号、10号中职同工退休会来祈祷，求主圣灵临在，引带教会同心来备办主的事工安排。领受祝福文山教会传福音的使命，只是求主的圣神大开来拍开咱的心，互阮领受你的教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马太福音18章23到35节，伫新约的第22面。所以天国比片人君，爱要甲伊的奴仆算数。起头算的时，有带一个欠伊1000万银的来，既然无通行，伊的主人命令着卖伊本身甲伊的某囝，连伊一切所有的来行。迄个奴仆就拍地拜伊，讲：“主啊，着宽容我，我要拢总行。”奴仆的主人就怜悯来放伊，搁赦免伊的罪。迄个奴仆出去，拄着伊一个同做奴仆的欠伊100个银仔，就掠伊，找伊的红棍，讲：“你所欠的着还。”同做奴仆的拍地求伊，讲：“着宽容我，我要还你。”若是伊毋肯，就去甲伊关落监，来听候伊所欠的。才会当做奴仆的看见即个代志真忧闷，将拢总的事对主人讲明。对安尼，伊的主人调伊来，甲伊讲：“歹的奴仆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将你所欠的拢赦免。你减毋着怜悯你当做奴仆的，亲像我怜悯你。”伊的主人受气，将伊交代刑中，听候伊一切还所欠的。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款待恁。以上，请圣歌队来献诗，所要用的诗歌是着用全心。
请李传道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使我食，使我穿，使我欠钱免还”。安尼有赞无？有阿免无？莫后白阿免。今仔听了，恁就会知影我想要讲即个主题。伫咧讲道大先，咱做伙来祈祷。听的源头，听的源头，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伫今仔日的讲道内底，阮要做伙来透过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学习要写的功课。求你透过圣神即时阵阮来显明，互阮会当来了解、来经验、来学习有一个要写的能力，搁有听的勇气。求圣神就伫即场讲道内底来提醒、来阮来启示，互阮来学习。阮将今仔日讲道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这个主题是真正足好笑的嘛？好像我迄天顶礼拜迄个师傅咧报告的时阵吼，我就看有个人笑出来，我想讲惨啊，是毋是我号一个伤奇怪的名安尼主题安尼？其实毋知影恁感觉即个主题对恁来讲是真趣味，也是感觉讲小可受到，敢若你的信仰受到冒犯。其实这段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小可艰苦的过去。我自细汉就伫教会大汉，所以嘛因为安尼，就足自然，逐礼拜拢是去到教会来生活，拜六礼拜。所以伫我咧读册的过程中间，特别是高中的迄个时阵，基督徒即个身份煞来诚做是同学祈求的一个主题。因为迄当时同学拢想要拜六礼拜招我出去佚佗，但是我无法度去，所以因拢会甲我讲：啊，你即只教会的狗。甚至因阁会安尼伫班上，伫咧班上安尼祈求，阁愈来愈进步。毋知影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同学，伊就讲，伊就伫遐笑笑讲，哈哈哈！耶稣放屎大细箍。后来我想想诶，嘛是啊，耶稣嘛是人嘛，所以有可能嘛是有可能会安尼嘿。甚至伊阁用祈求的方式咧讲啥物？伊就讲啊，耶稣使我食，使我用，使我欠钱免还，这样子。这就是迄当时同学咧祈求我的一寡话语。伫咧迄时阵，我其实我毋知影要安怎表达我的信仰，其实我嘛毋知影要安怎甲因分享。总是我敢若会当伫心内讲啥物，我就看圣经有学着迄句嘛，我就讲主耶稣你原谅因，因为因毋知影因咧讲啥物。然后我就笑笑安尼带过去就算了。但是当我咧备办这篇讲道的时阵，我常常想起这句话啦。我咧看这个经文，这个罗卜敢若嘛亲像安尼呢，属伊食，属伊用，属伊欠钱免还安尼，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互我想起这句话安尼。我嘛伫咧这篇讲道的准备的时阵，我嘛咧想，到底过去遮个同学、遮个祈求、遮个讲生笑，到底互我诚做啥物款的人？其实我发现我是真正因为安尼，诚做一个足惊吓别人的评论的人，甚至我真讨厌甲惊吓听到别人对我的评判、评论也好，还是评判也好，总是我嘛问家己讲，安尼我敢有摇下因啊？我敢有已经无搁受到遮个伤害来影响我的生命？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当我咧备办遮咧思想的时阵，其实我后来看见的是。其实因嘛咧面对讲要招我出去佚佗，然后互我拒绝的迄种情绪，所以直到因用这种真小朋友的方式咧表达因的情绪甲因的感受安尼吼。所以其实后来我嘛咧这个思想的过程中间，我嘛得到讨棒。只是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阵，我就感觉安尼会当来用这句话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这个故事。今仔日的这个故事。互咱看到伫咧马太福音18章的时阵，马太即个作者伊开始记录迄个耶稣，伊伫即中间教导讲，啥物是教会啊？也就是讲，啥物是一个团体、信仰团体的一个关系。
所以伫18章内底所有的记载，嘛会当称作是一个团契的一个规范，就是团契规章，会当伫即中间来学习讲，伫咧上帝的心意内底起造的团契是啥物款的模样。所以当咱咧继续来读当咱读到马太福音第6章的主导文的时阵，咱嘛会发现讲一件代志，就是伫主导文第6章的后壁面，伊马上就记载饶赦的功课。所以当咱咧看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的时阵，伊讲：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父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咱就会来发现讲，其实马太伊真重视即个饶赦的功课，因为咱若是无了解即个饶赦，咱就无法度了解恩典，然后进入救恩。咱若是无法度了解饶赦，咱就无法度专心专意的来进入祈祷，甚至无法度专心专意进入一个礼拜的中间。所以伊嘛伫咧第5章23节到24节有讲，伊讲：所以你若咧献你的礼物伫祭坛，也伫遐记得你的兄弟有啥物缺陷，你着伫遐放下你的礼物。伫坛前，大声甲你的兄弟和好，然后来献你的礼物。爱大声甲你的兄弟和好，才来献上你的礼物。所以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看到伫咧马太所编写耶稣所写的即个比喻来讲，咱来学习啥物是饶赦的功课。今仔日的即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专门咧替国王来收农民的税金的一个奴仆，其实也会当来了解，就是伊是迄个地区小小的一个地方的官员，伊伫遐负责，就是要帮国王来收迄当时的农民而且的税金。所以其实国王无管伊，国王无要管伊要趁偌济，伫即中间趁偌济钱，只要伊有安那。将伊所有的税金按时间安尼交起来，交来互伊，安尼就好啊。但是等到有一天，当即个国王想要来甲即个官员来讨即个税金的时阵，才发现讲，安尼即个小小的地方的即个官员拢交袂出来，才发现讲伊欠足侪的钱。所以即个国王就安那。伊就讲安尼好，我要将你甲你厝内的人拢卖掉来行孝。其实当咱咧看即个小官员伊所欠的这个钱一定毋是一两工所欠落来。伊伫今仔经文讲啦，千万的银有一寡圣经的专家去研究了后，伊来换算即个即马的即个换算迄当时迄个时代的最低薪资来讲。差不多是6000万日工人的薪水，6000万日哦，你爱做6000万日，才有即个1000万的银钱安尼。嘛有人研究讲，甚至可能比迄当时国王一冬所会当收到的钱佫较济。所以到底为虾米即个小小的官员会当欠即个国王遮济钱，咱毋知影。以上嘛是照着迄当时即个圣经的时代背景所推论出来的一个故事。所以咱简单来看，就是即个官员伫真长的时间内底，伊欠了伊一世人拢还袂了的债。总是当即个小官员跪咧甲国王来求情的时阵，即个国王怎样生出一个怜悯的心，所以伊安那愿意互伊一角印。拢毋免还，这是我尔大的恩典呢。在座敢有学生伫咧疫情了后的即个过程，咱敢有知影疫情了后，政府有出一个政策，就是讲伫咧疫情期间，若有办就学贷款的学生，会当免去伊一冬的即个学费。敢有同学有受到即个迄个恩典？我是无啦，因为我差一冬，所以我嘛感觉这足艰苦的。毋过
若是有修，阮姐姐就有修，阮姐姐就有得到即个稳定，所以伊足欢喜的。我看伊咧欢喜的时阵，我就知影哦，安尼真正得到即个下面的即个小高原，一定搁较欢喜。因为阮姐姐只是一冬尔，伊就足欢喜啊，对。所以伫即个故事内底，还未结束的。当即个小高原伊得到稳定了后，伊回头就安那？伊回头就去找迄个欠钱的同事呢。你讲，紧个，你欠我100块还来？即个100块嘛，算的差不多是迄当时工人100工的薪水啦。当迄个欠钱的人共款咯，一个平行宇宙开始啊。迄个同样的剧情，共款的剧情，伫遮演出。即个欠钱的人嘛跪伫遐，讲哦，拜托啦，你搁互我一寡时间啦，我一定会还你的啦。咱来想哦，100块要还，安尼有可能无？有啦，有可能100块尔，对不对？比起迄个千万块差足济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有可能，所代表即个人是真正可能跪伫遐，是希望会当搁互伊较济时间来还才会晓的。但是即个小官员煞毋肯，所以伊就将即个欠钱的人关入去迄个监狱内底，要等伊将即个钱来还了。但是咱嘛来想一件代志，伫咧监狱内底要安怎来还钱？伫迄当时，伫咧监狱内底要安怎还钱？哪有可能？除非有亲人伫外口咧替伊装钱，也是讲还钱嘛，对毋对？所以伫即件代志，咱会当来看到讲，其实你将即个人关伫遐较久，嘛对你即件代志无任何的帮助啊。这嘛，互咱看到讲一个无愿意来了解下面的人，往往就是卡死伫即款互相捆绑的关系内底。反正我就是要你过了无好，我就是要你过了歹过。就算讲代志无解决，我嘛无要紧，我就是要看甲你比我较歹过。这就是互咱陷入一段两败俱伤的关系内底。结果，这个故事的结局是啥物？边仔的人拢看袂落去啊，真生气，就去甲国王讲。国王就讲啥物？伊即个歹的萝卜啊，因为你对我求，我就赦免你拢总的遮的债务。你竟毋免安尼来怜悯你的同事吗？你就毋免安尼，你毋免用即款的心来对待你的同事吗？最后，即个国王真生气。就将伊关入去监牢内底，等伊还清所有的遮个债务。故事经文的最后，马太记载一句耶稣讲的话，伊讲：安尼，恁逐人无用心赦免恁的兄弟，就我的天父也要安尼对待恁。各位兄弟姊妹，伫拄则要开始讲道进前的迄个祈祷，伫咱的心内敢有浮出一个？咱真无法度饶恕的人，也是讲咱心内阁对伊有怨恨、有艰苦心的一个人。愿圣神伫即场讲道甲礼拜中间，进入到咱的内心，互咱做伙来学习啥物是饶恕的功课。当咱每一摆咧用主祷文、主的祈祷文咧祈祷的时阵，就咧提醒咱是上帝无条件赦免的罪人。就亲像迄个小小的即个官员，伊是对一个真重的债务中间得到逃放自由的罪人。所以伫咧马太福音甲路加福音内底，因拢将即种定义一个人的罪恶，转化成做是一个用罪的债务来表示，也表明就是对一个定罪的公义的审判。转化成做一个赦罪的行动，因为因所要表达的是，咱对这个重的这个罪中间，爱来明白，爱来学习什么，就是咱对上帝有真实的亏欠啦。也因为安尼，咱会当对这个亏欠内底看到上帝极大的恩典。既然咱拢是充满迄罪的人吼，咱就愿意因为安尼。甘愿放弃定罪别人的权利，然后咱来相信上帝，伊嘛会照即款的公义、甲听怜悯的审判来审判遐得势咱、伤害咱的人。
所以我想今仔日即段故事，即个比喻，其实若毋免我特别讲，恁嘛差不多看就知影是啥物意思啊。总是我想，夭折对伫基督徒来讲，一直拢是一个真恶得学习的一个功课。咱嘛拢知影，夭折爱来考试，夭折爱留下几届？70个7次，对不对？吼，连我数学遮歹的人拢算得出来是4900次。你无发现吗？是490次啦。我想要看恁有认真听无？哈，有时阵伫咧这个痛苦内底，你会喊甲上帝喊讲：啊，我的目屎咧，我的艰苦咧，我的心情咧，我受伤的心咧，啊无你还我目屎啊，我流出来的目屎你还我啊。有时阵伫即个要夭折无夭折的过程中间，有足侪真实的这个情绪伫咱的中间。总是有侪的声音嘛，伫心内讲，要期待公义的审判临在伫咱的这个伤害中间。咱到底要怎样透过这个信仰，来对这个伤害中间对夭折所带来体验到一个真实的自由呢？第一，咱爱承认，咱真正受伤啊。台湾有一个一支纪录片，一部纪录片，伊叫做《芦苇之歌》。这支电影伊的名是对圣经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来取名的。中间有一个原住民的阿嬷，伫伊16岁的时阵，伊以为讲会当去帮日本人来洗衫煮饭，会当来补贴因厝内的家用，煞去互人骗去、掠去成做一个慰安妇。一直到现在，阿嬷伊所住的所在行出去，佮犹原会当看到当时16岁时，伊受到伤害的迄个所在，那个山洞。在这支电影内底，当伊咧面对伊的伤害的时阵，伊面对一个空的椅仔，伊对迄个椅仔讲出藏伫伊心内将近要70档的话。伊讲，无论过去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我甲你有啥物款的牵连，我即马要互你自由，我原谅你。然后伊活转身，看另外一个空的椅仔，伊甲迄个椅仔讲：16岁的我嘛要原谅你。我知影你真辛苦，我知影你毋是挑故意的，我知影迄当时你是受人欺骗，所以我原谅你。受到捆绑将要70档的这个心，就伫迄时得到透放。承认咱受伤，其实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特别是伫华人的这个社会内底，对伫查甫人内底更加是搁较困难。若是咱无承认咱受伤、咱艰苦、咱生气、咱有委屈，安尼咱就代表咱无需要上帝的医治甲透放。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其实咱承认受到伤害，就是医治的开始，也就是受到上帝安慰的开始。有时阵有的人侪的人拒绝原谅，是因为因毋甘愿、艰苦，迄种痛，搁深深伫心内。总是咱毋免要求家己安那马上就爱夭折，但是咱一定爱甲家己讲，咱一定爱马上走去上帝的身躯边，因为这是咱得到安慰甲医治一个透放的开始。这是一段过程，需要一段无底的时间。总是伫咱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医治甲夭折的旅程就开始啊。所以有人会讲，夭折并毋是假做啥物代志拢无发生，无受到伤害，你是选择无搁互伤害来控制咱，这是一款意志的选择。过来要甲大家分享第二段。
咱需要来了解上帝嘛是共款用疼甲恩典来赦免咱的。今仔日的比喻内底，耶稣要表明的是，当咱受到恩典甲赦免的时，也着用共款的疼甲恩典来饶赦别人。马太福音伫这段经文内底，将上帝的赦免甲咱对别人的饶赦连接做一伙，是要来提醒咱的赦免是出自上帝对咱的赦免，咱的饶赦是出自上帝对咱的赦免，饶赦是出自受害者主动的这个行为，赦免是上帝主权的一个行动。所以，当咱咧祈求上帝赦免咱的罪的时阵，咱的辜负的时阵，咱无可能嘛求上帝只有赦免咱尔吼，啊，袂当叫安尼讲，无可能只求上帝赦免咱，然后叫伊爱拒绝赦免别人，这是无可能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伫这个同时，其实咱嘛爱来学习，咱伫咧祈求的时阵要祈求啥物。所以，当咱咧感觉饶赦真困难的时，咱就爱来珍惜这段真煎熬的过程吼。这段真煎熬的过程，会互咱来了解讲，其实上帝透过耶稣所牺牲、所带来的这退赎甲救恩，嘛是真困难、真艰苦的。所以，当我有时阵，当我伫生活中间面对着无法度原谅的人、饶赦的人的时阵，上帝并毋是伫我心内提醒我讲，叫我去饶赦、去原谅。伊煞是来提醒我讲，当伊要赦免我的罪过的时阵，伊嘛是同款的心情。但是伊疼我，所以伊赦免我。所以我嘛，当我咧体验到即个提醒的时阵，我嘛甲家己讲，安尼我嘛同款要去饶赦伤害我的人。伫即摆的感恩节的聚会内底，邀请大家做伙来吼。即个已经改时间了，等下报告。伫即个感恩节的迄个聚会内底，有一间科普特正教会，嘛会甲咱做伙同齐参与。科普特正教会是啥物？那照因的传统来讲落来，因是对门徒马可伫咧主后42年所创设的一个教派。对迄当时一直延续到今嘛，伫咧埃及的迄个地区，伫咧2016年甲2017年，即个中间因有受到3摆的炸弹的攻击。伫即2冬以来有3摆是受到 ISIS 即个自杀炸弹的攻击。伫有1摆的攻击内底，聚会兄弟姊妹死44个。咱敢会当想象，咱即摆聚会到一半，有一个人伫遮引爆一个炸弹，教会变做安尼。伫即2冬内底，造成将近百几个人伤亡。伫即间受到炸弹攻击的教会的外口，因挂着一个布条，顶悬写：阮愿意疼，阮愿意选择疼甲饶赦。我们愿意选择饶恕跟爱。这个布条挂伫这个受到伤害的教会的外面，这是这间教会所选择的一个方式。迄当时无分教派，正基督教的遮的领袖拢组织伫因的教堂内底来祈祷，为着攻击因的遮的人来祈祷，为着国家的和平来祈祷。迄时，阁有一个科普特教会的一个神父，伊叫做布勒斯乔治神父，伊发表一篇讲道。迄篇讲道讲，主题叫做“互遐杀害阮的人的信息”。伫这篇讲道内底，这位神父，伊向遮的人来表达因的感谢，嘛替因来祈祷，嘛向因来表明，甲上帝、甲基督同死同过活的愿望。所以，伫这中间，伊特别阁讲起，
马太福音第5章46节到44到46节，伊讲：若是我甲恁讲，对着恁着恁会歹势，我念看戏哈。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就连睡棍也这样做。假如你们只向朋友打招呼，那有什么了不起呢？就连异教徒也这么做。所以，伊用这段来分享的是，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奇妙的所在。最后，伊讲一句话，伊讲：其实我知影，我就想要甲遮伤害阮的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疼。但是我知影遮的人真恶得了解耶稣的疼。但是我要替你祈祷，我嘛要求上帝的平安，上帝所赏赐的愿望来充满伫遮受伤的兄弟姊妹心上。所以，这个科普特教会的遮的行动，伫到迄当时，因国家内底有侪较温和派的遮穆斯林，也是讲伫咧即个社会中间的一个政治的作者，因开始写文章咧探讨讲是虾米款的信仰、虾米款的疼，互即间教会做出即款的选择。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因选择饶赦。所带来是整个社会、甲整个国家的改变，就算讲是一点点啊，嘛已经有够伟大啊！咱选择要饶赦，是因为耶稣先赦免咱；咱选择饶赦，是因为咱需要将家己对迄个苦毒、捆绑、伤害中间来讨放出来。饶赦的选择，并毋是出伫即个情绪的选择尔，而是出伫一个稳定甲疼的经历。咱并毋是要放弃这个公义的审判，而是要来选择将这个定罪、公义的审判的权利，来摕去甲上帝交换、听甲医治。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法度完美、完整的展现公义甲听的审判。最后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第三，饶赦所带来的遮个恢复甲和平，伫咱的家庭内底吼，伫咱的人际关系内底，拢需要饶赦。就亲像耶稣伊透过伊的救赎，来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更好。伫人甲人的关系中间，其实有时阵嘛有一的冲突啊，一的遮个情绪伫内底。当我面对要做青少年团契青年团契青年的辅导久久的这段时间内底。其实有时阵嘛会碰到一寡囡仔会做出一寡代志，互我感觉真受伤艰苦的，甚至是感觉对因足失望的。当我咧面对因的时阵，其实我心内嘛足侪情绪的呢，足想要甲巴人的做纪念的。但是吼，若是即时我用无好的情绪甲态度来面对因的时阵，会变做啥物？我甲因之间的即个关系会愈游愈开。所以当咧面对因的进前，我拢爱祈祷，我求上帝用伊的疼来补足，互我来了解要怎样来面对因。因为我只有用上帝的疼带入去到阮彼此的关系内底，咱才有法度亲像以弗所书4章60讲的，就是身躯拿来拿中台，伫仁爱家己起造，就是讲在爱中建造自己。这是对我家己咧做辅导中间的一个学习，嘛一个期待。其实有时阵吼，咱嘛爱来想哦，咱嘛是迄个爱祈求别人饶赦的人。伫我的婚姻内底吼，有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吼，因为大家看到我伫遮讲话，就知影我是靠喙做工作的人嘛吼。就是靠喙食饭的人，但嘛是啦吼。我某伫遐讲，害我即摆小可紧张。有时阵吼，阮两个咧一寡激烈的辩论的时阵，伊拢白面赢我啦，因为我着靠喙食饭的嘛，对不对？所以伊就足生气的。但是伫即中间，我哪辩其实嘛是知影家己有毋对啦吼。所以有时阵我着会学习将即个面子放伫边仔，讲好啦，我毋对啦。其实有时阵伫即个关系内底，
祈求赦免，会当带来啥物婚姻的美满，也是讲家庭的和谐吼。其实这是一个真细的代志啦。总是吼，伫咧教会内底，伫咱的教会内底，我嘛有听过一个兄弟讲过一个见证。伊讲，当伊信主了后，伊就有一天，伊就写批互伊的囝，伊的查囝。伊甲伊的查囝讲，是咧，伊讲查囝，爸爸对不起你，爸爸以前用真无好的方式来教导你，来对待你。爸爸这件代志是爸爸做了毋对，所以请你原谅我。当这位老爸伊进入到这个信仰，了解到上帝会听的时阵，伊写这张批祈求伊的查囝赦免伊，饶赦伊所犯的这个错误。其实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真感动。要对一个老爸要做出这款的代志，是真无简单的。总是当咱会当来想象，这张批当放到这个查囝的手中的时阵，会造成这个家庭的关系偌尔啊大的改变。所以结论来讲，当咱每一摆用主祷文来祈祷的时阵，咱嘛爱来思想，到底伫咱的心内有啥物需要咱来饶赦的人？也是讲，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啥物人是需要咱去向伊来祈求饶赦的？咱每一位基督徒，拢是受到重价来赎回的人。咱对主的亏欠，就爱显出伫咱对待别人的行为顶面。因为现在活咧，无过是阮家己，是基督伫咱的心内活咧。咱是穿着耶稣基督伫咧即个生活中间来生活的人，所以咱就安那学习全然的交托，带着基督的听来体会着饶赦所带来的透放甲医治。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的怜悯有够大，你的恩典有够大，你的疼痛有够大，你甲互阮遮尔有罪的人，你嘛是安尼赦免阮。我要将阮的性命、阮的生活、阮甲人的关系，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你来提醒阮，互阮来知影伫阮的生活中间，阮来赦免啥物款、饶赦啥物款的人，嘛需要来祈求啥物款的人来饶赦阮。求你来帮助阮，使阮勇气，使阮信心，来体验你所要互阮领受的这款全然的医治甲透放。阮将所有兄弟姊妹的生活甲人的关系，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新信诗565首，凡事免烦恼，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既若有上帝，无欠缺一件。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有上帝就够额。请起立。圣诗565首。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既若有上帝，无欠缺一件。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有上帝就够额。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既若有上帝，无欠缺一件。凡事免烦恼，凡事免惊吓。有上帝就够额。请坐，这时咱来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无明白奉献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即是来报告，伫报告进前，咱来做伙读经句两解。请因犹原问伊无煞，耶稣就挺身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一个人通大声用石头钉伊。福音8章7节，因犹原问伊无煞，耶稣就挺身起来，对恁讲：恁中间无一个人通大声用石头钉伊。约翰福音8章第7节。后礼拜圣工分担，领袖蔡杰欢。司礼赵一乐执事长老，司琴潘秀丽执事，献诗圣歌队，司宪张义如甲谢义宏执事，交台张义如执事，陈顺祥兄弟，音控周明雄执事，张信群兄弟，广告经理柯牧师。礼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柯牧师，司会是赖韵如长老，题目是出埃及记27章。后礼拜主日礼拜，主理是柯牧师，伊题目是说服经文跟圣诗请大家来准备。教会的消息报告，第一项是圣诞节甲
感恩节的活动安排。考虑到长辈暗时出门较无方便，今年的感恩节甲圣诞节的部分活动要改伫非夜间的时段来进行。伫感恩节的部分是伫咧11月23号礼拜六的中昼12点来举办感恩节的爱宴。地点是伫咧地下1楼甲旧堂，旧堂有甜食的专区，欢迎兄弟姊妹一家出一道菜，请到1楼柜台来登记。下晡2点是感恩节见证音乐会，伫咧礼拜堂。主题是跨越时空的敬拜，请兄弟来邀请朋友来参加。随后来5点半，伫咧圣诞节有圣诞节的点灯式，伫教会的中庭，透过点亮圣诞之灯，祝福教会文山地区，欢迎邀请兄弟来唱诗歌。唱诗歌阿罗上帝。11月24号，迄日是感恩节联合礼拜。随后来圣诞节是伫咧12月21号礼拜六的下晡2点，改做咧下晡2点是圣诞节庆祝会。12月22号是圣诞的赞美礼拜。12月24号礼拜日是报佳音，今年是咧猫空。奖学金的部分等的科目书的办法。第3是诵读圣经的活动，是定伫本主日下晡1点到3点，伫2楼礼拜堂。出场的顺序甲名单伫咧第9面。今年感谢妇女团契有准备午餐，大家爱自备餐具。午餐了后，有请求大家留落来做清洁以后，再参加活动。第4项是中执会定伫后主日12点半要召开第6届的会议，请中职来参加。第5是欢迎12月1号有洗礼，欢迎要洗礼的兄弟来参加10点半到12点的洗礼进前的信用课程。好。这是要来颁发奖学金，咱奖学金，咱的教会遮的子弟，因伫学校拢有真好的表现，所以通过因的申请，以及咱教育组的审查了后，有以下的名单国中吕新妍、郑子琪，高中许伯恩、张信仪、陈佑新。大专有许承恩、黄慧谦、林崇慧、林崇珍、张丁显、张约典、张赫。硕士班呢有林玉文、朱月贤，来请遮的咱的主题来到台前，牧师要将奖学金颁发予恁。
叫愿主你亲身看顾，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拍手敬鼓励。过来要邀请11月份生日的兄弟，要请起立，要为恁唱生日快乐，嘛要为恁来祝福。来，11月份的在场几多个人呢？咱无要徛起来。好，咱为因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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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为因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甲11月份生日的兄弟同欢喜。过去的年日，你保守因、看顾因、祝福因，互因伫因人生的每一个路站顶面，拢有主的看顾扶持。一时刻，阮甲因同欢喜；一时刻，我恳求主，你将过去的恩典加倍施落伫因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互因头前所要跑走行的路站。拢有主亲手的扶持，愿主束缚伫因的身躯顶，看顾因，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11月份拄着因，就爱甲因讲啥？生日快乐！佮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介绍新朋友。今仔日有2位新来的朋友，第一位是朱月贤的妈妈张淑妹姐妹，咱欢迎伊，欢迎，请坐。第二位是张家祥弟兄跟李雅萍姐妹，因是夫妻。因是基督徒啊，进行第双年教会主会，咱欢迎伊。以上。请欢迎。即时咱做伙来请安。咱做伙来唱，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名里，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甘愿，因为耶
徛咧内用煞要面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因死线请科牧师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应验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照你，应主必宽待你。主信心保守你对真实到永世代。愿上主大仁爱，应验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眼光变照你，应主必宽待你。主信心保守你对真实到永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毋望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密祷。礼拜只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